一下，俺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明音哦。第一个失智症，失智症，失智症。第二个定位手环 ，TV 数款 ，TV 数款。第三个报案，报案，报案。第四个协寻，听数请，听数请。第五个亲戚朋友，亲戚朋友，亲戚朋友。第六个通报，通报，通报。也没有失智症，有冇带到天美数款，也下请唔到人，然后报案，拜托人同埋听数签名，也系有身份证。好，请坐。我赶快来听书签，我有几个问题要先问你。好，就唔问。某个时间发现阿妹唔见系嘅。我下班过到路卡都冇看到阿妹，附近公园咩签冇，亲戚朋友同邻舍都冇看到伊。请问伊有带手机嘅冇？有汽查呗，也系视查呗冇？都冇呢。请问唔甘地阿妹今半日做乜嘅什麼？我簽一下哦。好，伊早晨都去做夜晨散步。家我就用一種相片掃描同步哦。拜託您聽咗同我聽數簽到阿妹來。莫炒飯同民眾解決問題係我哋嘅本分，大家向下簽，國家就會簽到。大家都拜託我。好，看下頭多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我趕快來聽數簽，我趕快來聽數簽，我趕快來幫忙找。好，華語的我趕快。我趕快，我趕快，來，幫忙找，聽數簽，聽數簽。好，整句咯。我趕快來聽數簽，我趕快來聽數簽。下一句，請問伊有帶手機冇？請問他有帶手機嗎？好，請問，他有帶，伊有帶手機嗎？手機嘅冇。好，整句來咯。請問伊有帶手機嘅冇？請問伊有帶手機嘅冇？下一句，同民眾解決問題係我哋嘅本分。同民眾解決問題係我哋嘅本分。替民眾，同民眾解決問題，解決問題是我們的，係我哋嘅本分。好，整句咯。同民眾解決問題係我哋嘅本分。同民眾解決問題係我哋嘅本分。好，今日我哋單元都送到一邊了哦。